好啊，繼續市場解讀篇時間，究竟恒生指數期貨下午時段有啲咩重要嘅時間，甚至乎起一啲乜嘢嘅重要嘅價格區間，或者係 POI 發生咗啲咩事，從而我哋可以解讀成為一啲有效或者重要嘅資訊。咁我哋一齊睇下，用有效嘅時間，大家可以用翻同樣嘅模式，繼續喺個圖度再揾其他多10個、8個、1000個嘅一啲例子，都係重複發生嘅啦。無論恒生尤其是恒生指數期貨啦，其他我相信其他嘅標的都可以喺唔同嘅 YouTube channel 睇到。咁啊，一點我哋睇下究竟一點有啲咩重要嘅時間，或者下午有啲咩重要嘅時間，我哋可以解讀到。咁呢一個首先睇第一個，呢一個係一個2點半嘅 reversal。2點半點解係會係一個重要嘅時間？如果佢唔係起一啲重要嘅 POI，呢一個例子就係起一個開市嘅 order block。如果唔係起呢啲重要嘅 POI 嘅話，佢未必會有啲咩意思。但係如果2點半見到，兼且係有 SMT， 跟住做咗一啲 change in safety 或者係 market structure shift，去到3點鐘會再出現 SMT 嘅話，咁有機會會去掠奪翻本身今日全日上午嘅流動性。呢一個例子就係喺呢一個2點30分就出現咗第一個 SMT， 而呢一個都會係 SMT 嚟，啲科指爆翻入去都會見到。咁呢個就係2點50分，正正就係3點嗰個 Macro 嘅時段啦。跟住就係再做 expansion， 再去掠奪上方喺成個上午嘅一啲流動性嘅位置。當然大家要做準備功夫，究竟上方或者下方有冇一啲重要嘅流動性嘅位置係冇被掠奪，或者市場有機會有興趣去嘅地方啦。咁跟住再去下一個例子啦，揾翻條線先，係啦，呢度。咁呢一件事呢，就係喺正1點鐘做 expansion。咁見到啦，做咗究竟係一個本身喺價格係一個咩嘅位置呢？本身喺1點鐘已經係喺開市嘅 opening， 上方做咗一個喺呢一個10點05分做咗一個大嘅 SMT， 呢個係一個90分鐘藍色。大家可以用翻自己嘅方式啦，係咪藍色係咪90分鐘？睇下先。藍色係一日，係日線級別嘅 SMT， 從而做咗IPD array 啦，即係呢個 inverse 嘅 fair gap 啦，跟住就做埋一個短呢一件 respect 緊係一個 OB。咁見到1點鐘 opening 嘅時候，就直接做一個 expansion 去離開呢一個 OB。咁呢一件事亦都係話緊俾我哋聽 ，opening 亦都唔係淨係9點15分先至人多，唔係淨係9點15分先至會逼地鐵嘅。呢一啲除咗翻工放工嘅時間，仲有其他噶嘛？點解？譬如係放煙花啦，好似國慶啦，今日10月1號，啲唔同嘅人大家同胞都係去突然之間好想去唔同嘅地方，或者係去同一個地方，咁就會逼爆個地鐵啦。咁呢一度都係你一 display 咗呢個 OB， 價格就直接向下方嘅流動性進發啦。咁呢啲都係一個好好，佢可以去參考，唔係無厘啦更，任何開市下午嘅 opening 都會係，但係喺嗰個時間嘅區間，喺嗰個小時嘅頭10分鐘同埋最後嗰10分鐘，點解重要？就係因為1小時嘅陰陽燭嘅頭同尾嗰支針，大部分都係會喺1個鐘嘅頭10分鐘同埋最後嗰10分鐘嗰度去製造出嚟嘅。咁如果我哋做執行或者做操作，咁梗係會想捕捉喺嗰支針嗰度做操作，而去進場或者係離場，從而去最大我哋嘅利潤，或者係將我哋個 risk 有機會可以調控到最合適啦，係咪？喺支針度入場咁捉到呢一段1小時嘅 displacement， 咁就係我哋想做嘅嘢啦，係咪？就係每個人理應都係想捕捉嘅嘢啦。如果係做緊一個 intraday trade 嘅話
好啊，咁唔講咁多價格行為嘅，再去到時間，呢個時間就係1點鐘。1點鐘對上嗰個 high 做咗10點45分做咗 SMT，而1點鐘係 reject 緊，見到佢做咗一個收翻一支 wick，可能呢一度都係一個 SMT，我唔爆科指係一樣，做翻一個rejection block，從而就直接再去displace 翻向下方嘅流動性進發，而去掠奪晒呢一個成個早上嘅所有嘅下方嘅流動性。咁呢一日呢，其實係一個seek and destroy 嘅 Friday 嚟嘅。你見到即係唔係每一個星期五都係咁啊？但係你見到一個星期五就係做咗一大段下方嘅流動性係冇被掠奪過嘅話，即係譬如係呢啲揀翻嗰條線先，呢啲 low 啊，呢啲 low 啊，呢啲 low 啊，呢啲 low 都係冇被掠奪過嘅話，咁有機會3點鐘亦都出現3點鐘左右啊，喺嗰個 macro time 出現一個 SMT 嘅話，有機會係做一個 reversal， 做一個 seek and destroy， 從而掠奪翻晒呢啲下方未被執行嘅流動性嘅。咁大家可以睇翻都好容易揾到嘅星期五嘅恒生指數期貨。咁跟住再睇啦，呢個就係3點鐘嘅一個特別嘅流動性時間啦。但係呢個就係1點鐘開始就做咗呢一個seek and destroy啦。咁呢一個唔係3點，跟住就去下一條線，下一條線喺邊？喺呢度拉過嚟先。呢一個就正係3點鐘嘅，都係星期五嘅 seek and destroy 啦。呢一個仲更加靚啦，你會更加清晰啦。你見到下方喺開市嘅時候做咗一個大 V 啦，掠奪上頂同底嘅流動性，亦都製造咗頂同底嘅流動性啦。跟住開始就製造下方流動性、下方流動性、下方流動性，或者我用支筆畫會靚仔啲啦。呢度有下方嘅流動性、下方嘅流動性、下方嘅流動性，跟住就去到下晝開市啦。開市完之後做咗一個 SMT 啦，跟住就冇 high 再高過呢一個 high 啦。去到去到2點嘅50分左右，即係3點鐘 macro 嘅 period， 就正有一大段嘅 displacement 去掠奪翻晒成個 AM period 嘅所有下方嘅流動性，做一個 seek and destroy 嘅 Friday 啦。咁呢個正就係好可以運用無論我哋首先識別到上晝究竟啲流動性，主要機構從而引導一啲散戶擺咗一啲stop loss 止蝕盤，無論係上方或者下方。聚集咗喺邊度而冇被掠奪過嘅，而有一個合理嘅時間，同埋就係喺一個有價格嘅行為或者 structure model 去支持，從而去制定自己嘅 trading plan 同埋 trading management。好啊，咁下一 part 再講夜晚恒生指數期貨嘅時段有啲咩重要，我哋可以去參考嘅地方。